高雄目前有列管的灌水站有1300多个，这灌水站卖的水是真侪种，其中也有海水哦。伫高雄任务着业者设天然海水的灌水站，互民众呢，若准有饲这海水观赏器的时阵，就当真方便买到这海水啊。 民众灌水桶落钱入去，就通买到清气的水。不过，斟酌甲看，高雄任务这大加水站卖水是天然的海水，这水不是互人啉的，是互民众买回去饲鱼仔用的。对我们养海水鱼的人就很方便，不用跑得太远，就近可以拿到海水，这样子。平常时啊，你差不多往户外换一刀水。 大概1个礼拜换1次水。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家东就是有一些养虾场、养鱼场，然后就是去抽他们的海水，那他们的海水都是从外海打到深海，水质都非常好。 加水站的业者表示，家己嘛有伫咧饲海水鱼，所以逐礼拜拢会去屏东一抓来载海水，经过3摆过日才会卖互人客。不管是小丑鱼，或者是色水丰富的酸蚵，这几年哪来哪侪人介意饲海水生物，业者上到卖海水的商机，才会伫咧市区设海水的加水站。真若你是拄开始要学安怎饲，嘛免烦恼，家己用海水所调出来的人工海水浓度唔对，用 这的海水就通增加动物的存活率。因为一般的加水站吼，迄是拢有经过杀菌处理啊，所以一般迄买等于就会让加入鱼肚仔内底啊。若是无确定讲水敢有清气的话，可能你就爱传一支杀菌灯，走几点钟了，才落入你的鱼肚仔内底。这主管的业者嘛提醒民众，无论是正水或者是海水的生物，水的品质拢真要紧。平常时爱接观察动物的状况，有需要就爱换水，让生物会当保持健康。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。